6月25日，商行道，只要我們誠心祈求，上蒼必定會寬恕我們一切的過錯。但倘若沒有我們自身的願意配合，甘心回轉，他永遠不會強行把我們變得純潔無瑕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51、52頁。從前禱告的時候，我總會刻意隱瞞許多自己需要被赦免、被饒恕的過錯。我天真以為，只要不向上蒼提起，他就不會知曉。我從未想過，當我願意寬恕自己從前的過錯，上蒼也必會寬恕我的一切軟弱。過去，我一直想學會走完人生這趟旅程，卻始終不得要領。直到走進 AA， 我才慢慢學會仁慈與寬恕，也終於明白，人生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旅途。這趟生命之旅本可以滿有喜樂，只要我願意接納改變，承擔責任，順從帶領。